Hello，大家好，我係 V 家堂，我係 V 盧商。好，今日咧過到嚟呢一個樓盤咧非常之勁爆，琴晚收到消息咧，發展商咧大劈價益街坊啊，咁啊呢個樓盤嚟講，林森第一梯隊。呢個樓盤過到去深圳坪山咧1.8公里嚇，咁啊過到去呢一個沙田站咧3.5公里嘅啫，亦即係話咧你可以坐深圳嘅地鐵咧免費到咗惠州嘅家門口，載住2蚊公交車翻到嚟嚇。咁啊呢個樓盤咧就叫合生紫悅府嚇，咁啊香港上市公司嘅嚇呢個合生地產，咁啊依家咧紫悅府嚇呢個位置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啦嚇，咁啊依家咧個價咧非常之美麗啦嚇，咁啊7字頭啦，均價7200。帶埋裝修俾你，7000幾買裝修，林森第一梯隊嚇，咁啊呢個位置非常之好啦嚇，首期咧都係可以咧做低首期嘅，5萬蚊首期直接月供嚇，即係交4萬零蚊，最平4萬零蚊就可以直接月供噶啦。所以呢個樓盤嚟講，低門檻，個價錢簡單粗暴夠低，係而且咧係現樓嚇，準現樓嚇，放咗款就可以交樓噶啦。呢個樓盤咧樓下咧即將來臨嘅就係坪山河生活廣場。咁都知道啦，坪山河生活廣場咧就係呢一個咧坪山高新科技走廊嘅呢一個產業區聚攏嘅消費嘅地方。咁啊呢個咧就過多2年咧就會動工就完成建設嚇。呢個圖片咧我哋放俾大家睇。已經動緊工㗎啦。已經動緊工㗎啦。我哋放啲航拍，有啲打緊樁啊，啲人整緊啲土地嘅平整啊嚇。咁啊呢塊地咧好快搞㗎啦嚇。我哋放啲咧啲圖片俾大家睇翻，非常之靚嚇！我可以講，大家睇到嚇呢個商業綜合體同埋呢個農貿市場兩個夾埋一齊嘅。唔講咁多，馬上入到去樓盤咧，睇翻勁爆嘅現場，同埋介紹翻呢個樓盤詳細嘅規劃嚇。馬上跟我行。不過售樓處啦，咁啊大家睇到咧現場嘅氣氛咧係非常之火爆嘅。咁啊依家咧大概係12點仲未到嚇，咁啊已經咧現場咧有3至4批，啱先上咗樣板間咧都有5、6批㗎啦。咁啊集中咧2點鐘咧呢個現場非常之旺，因為佢貨量唔多啦。咁啊，依家咧一期咧剩翻30幾套貨咧，咁啊大家揸緊時間啦嚇，咁啊隨住呢一個咧推售咧，每日嘅火爆嘅現場其實一夜都清晒嘅。咁我哋希望呢條片咧就快剪啦，唔好話剪好咗之後咧就直接你啲貨賣晒嚇。今日係3月28號啊，咁啊到時我賣晒唔好話我嚇，因為咧今日拍片嘅，咁啊個2個星期都賣晒啊，我同佢講清楚我哋拍攝日期啊。好，咁啊入到嚟咧，同樣都係介紹翻呢個交通區位啦嚇。合生紫悅府咧就喺呢個林森第一梯隊大亞灣西區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嚟講1.8公里咧到深圳坪山嚇，可以講係位置咧最靠近呢一個深圳坪山接壤嘅，可以講係邊界。嗱呢個位置咧點解咁好咧？呢個位置咧匯聚咗咧所有嘅呢個高科技嘅產業園嚇。咁啊大家知道啦，呢一個咧惠陽同大亞灣同埋深圳坪山咧喺呢個位置嚟講咧合作開發咗咧呢一個咧坪山河科技走廊科創中心。咁啊呢度咧匯聚咗咧所有嘅呢個中國500強同埋呢一個世界500強。咁啊，從呢個樓盤咧，其實咧自駕車咧非常之方便嘅，因為咧南屏快速咧呢個路口咧就係隔住呢一個咧項目咧就係1.5公里嘅啫，所以咧通過呢個項目咧自己直接揸車咧，通過呢一個南屏快速咧免費嘅，係唔使收高速費嘅。係啦，呢條直接咧就30分鐘到龍崗，好新淨，40分鐘咧可以到羅湖。所以咧通過南屏快速咧，你去到咧南山啊、寶安嗰邊啊，1蚊高速費都唔需要收嘅。所以咧呢度咧就唔使話過橋啊收佢100幾蚊。嗱沙盤咧大家睇到啦。呢個樓盤嚟講咧係50萬建面嘅，總共咧分1期、2期開發，係合生地產咧開發攞咗呢塊地嘅，非常之靚仔。咁啊依家咧最主要咧就谷緊呢一個1期啦。咁啊整個樓盤嚟50萬嘅建面咧，總共咧有15棟高層同埋咧1棟嘅幼兒園啦，同埋1棟公寓嘅。咁啊樓盤咧大家睇到啦大嘅樓盤一定係有泳池啦，大家睇到啦，3號樓咧直接對住泳池嘅。咁啊依家咧就賣緊1、2、31期嘅1、2、3棟一棟咧幾乎清晒。2號樓同3號樓咧而家賣緊嘅，最主要呢個貨量咧集中喺3號樓。3號樓咧係前面咧朝南望園林，後面咧可以望到泳池啊，所以咧3號樓嘅位置非常之正，同埋2號樓嘅位置咧同樣都係對住個泳池嘅。之前咧就賣緊均價9500嘅，依家咧就均價7200，首期5萬蚊直接上車直接月供咁啊帶埋裝修呢一個單價帶埋裝修俾你，月供係2000零蚊。咁啊我哋咧依家馬上去到去呢個示範單位拍俾大家睇，同埋咧我哋都揀咗3套，每個即揀咗一套咧精選單位咧，直接咧同大家報一報個價咁樣啦，供大家可以參考翻。我哋馬上上到去園林，先拍個園林俾大家睇翻，聽我下。好，咁啊上到嚟園林啦，咁其實咧大家咧可以通過呢一個售樓處翻屋企嘅。咁啊旁邊咧仲有一個咧大門口，咁其實咧通過呢個售樓處呢個日後嘅會所咧翻屋企都 OK 嘅。咁啊嚟到呢一個咧都係上台式嘅園林上台式嘅園林啦，大家睇到啦咁啊通過會所入嚟咧就有啲尊貴嘅感覺咁啊呢度有樓梯，同埋永寧嗰個位置咧有電梯嘅所以咧你話有啲輪椅啊各方面拎啲嘢重啊，可以用翻電梯嘅咁當然啦，你直接咧通過門口嘅呢個大門主要大門口入嚟都得嘅都 OK。去個樓間佢，從呢一個1棟
到呢一個咧3棟，大家睇到成維克式嘅100米園林嚇，成100米嘅樓間距啦。好，咁啊大家睇到啦，一期咧全部都完成晒㗎啦嚇，全部準現樓準備交付嘅嚇。呢個咧就靚仔嘅入戶大堂啦嚇，之前咧係按照翻萬幾蚊去做，咁當然啦，依家咧7000零蚊帶埋裝修，嗱咪動線非常之好啊嚇，係咯，好唔好？呢個大堂咧搬家私咧非常好搬，係啦，因為大家睇下正啊，個動線好夠闊，係咯，嗱呢度啲全部啲大理石全部包晒，呢度有個背景牆，真係有種咧尊貴賓至如歸嘅感覺，全部吊晒天花吊頂，同埋呢度有金屬條包邊，嗱大家睇到啦，所以佢入戶大堂咧，你入到嚟唔會壓，佢好直㗎，佢好直，歪歪斜斜咁。係啦，有啲樓盤咧就好似捐山洞捐嚟捐去，有啲買啲100寸嘅電視同埋買啲4人位嘅梳化咧，要請吊機啊，吊唔吊上去啊，因為佢哋嘅成本高啲。但係呢種咧佢個設計咧，佢動線係非常之好咯嚇。係咯，所以真係咧合生嘅產品係賣得好，同埋咧佢設計都好嘅。因為之前咧我哋嘅合生濱海城我買得好多，澳頭嗰個位置，同埋咧合生時代城。都係賣得非常之好，合生時代城我哋下一集更新翻俾大家，我哋之前拍過詳細片，可以點擊屏幕右上角去觀看翻。合生時代城都係7000零蚊帶裝修，但係嗰個位置咧就喺木馬湖嘅旁邊，呢個位置咧林森第一梯隊直接咧去到沙田站更加近啲，同樣都係7000幾，大家咧可以睇翻合生兩個產品，一個合生時代城，一個合生紫悅府嚇，合生濱海城幾乎清晒㗎啦，合生濱海城仲有一套咧係別墅，聯排別墅160幾萬。現樓單位3層樓嘅呢個別墅，馬上買就可以。呢個要手快嘅，手快先有。手快又得翻一套嚇，咁啊呢個咧就得翻一套咧，我哋又唔過去拍條更新片啦嚇。咁啊最主要咧，如果大家對於合生濱海城嘅別墅有興趣，160幾萬嘅，要一次性付款啦，按揭唔賣嘅。咁啊呢一套咧獨苗，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嚇可以了解翻。好，話不多説咧，我直接咧我哋上個示範單位拍俾大家睇翻呢個紫悅府嘅示範單位個積。今日上到嚟示範單位喺3樓啊，大家睇到咧呢一種嘅電梯廳咧做得非常之靚，闊好多，闊好多，而且佢個裝飾咧嗱，唔係話簡單批啲乳膠漆就算㗎啦，係有天花吊頂嘅，咁同埋呢一啲走廊位咧，全部都係鋪晒瓷磚嘅，唔會話咧7000零蚊就減配嘅。咁啊呢種咧按照翻萬幾蚊做翻俾你嚇，咁啊而且咧個價錢咧都俾到足夠嘅呢個優惠嚇，唔係話全部乳膠漆批俾你又搞到好邋遢啊！咁樣嘅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尊貴嘅感覺，合生咧一路都做緊呢啲金碧輝煌嘅呢個設計，類似呢一個咧碧桂園嘅產品，但係咧合生嘅呢個質量係會比碧桂園好啲嚇，呢個係講個真心話。好，咁啊第一個咧就大家睇到啦，87至88啦，咁啊呢個咧就3房1衛嘅，咁啊如果大家想揀2衛嘅，可以揀翻103嗰個。咁啊先介紹翻啦，2梯4戶嘅，前面2戶咧就係呢個88同埋103，阿永寧後面嗰2戶咧就係120至到123嘅，咁其實咧就3個即簡單粗暴嚇，動線都非常之好嚇，咁啊入嚟睇翻呢一個啊，好，咁啊呢一個咧就擺咗家私家電嘅，咁啊交樓咧就係硬裝冇軟裝，入嚟大家睇到個動線非常之闊落，大家睇到啦嚇，87、88平方可以做到咧。咁大嘅開間3.6米嘅開間，我自己中意咧，呢邊都可以做個收納櫃。係啦，咁啊呢度咧做一欄嘅玄關櫃啦，拼埋嗰度咧都 OK 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呢個積嚟講咧貼晒呢啲護牆板咧，然而咧你都覺得佢非常之闊落嘅嚇。好，咁啊入嚟介紹翻廚房先嚇。咁啊廚房咧就係上下廚櫃咧，呢啲係全部交俾你嘅嚇。咁啊嚟到咧，我哋會帶你去睇嗰個咧交付標準嚇。咁啊我哋咧，因為點解要拍呢個示範單位咧？因為佢擺咗呢啲家私家電呢啲小雜物咧，你點綴翻咧，你就有啲構思嘅。係啦，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好，硬裝係交俾你，家私家電係冇嘅嚇。好。咁啊嚟到呢一個廳啦，3.6米嘅開間飯廳，呢種係傳統型嘅一字廳豎廳嘅設計，但係佢又唔係長條型，唔係長條型，佢咧就係矮，然之後加肥咁樣。係啦，好，咁啊呢度咧就係客廳啦，嗰度飯廳啦，咁啊先帶大家咧睇翻嚇，咁啊呢個露台咧進深都非常之夠嘅，咁最主要咧呢個1號樓咧，佢係對住個泳池嘅，咁其實咧依家賣緊嘅旁邊嘅2號樓咧都係一樣對住個泳池，都係朝南啊，係啦，咁啊大家睇到啦嚇。1、2號樓咧對住個泳池，咁啊依家咧賣緊呢一個3號樓嚇，呢個3號樓咧其實咧前面望花園，後面都係望住呢一個泳池嘅，所以都係非常之正。樓間距其實從個鏡頭已經望到係100米起步㗎啦，所以咧你話喺香港喺深圳嗰啲咁高樓價嘅地方揾啲100米嘅樓間距，我同你講，起碼35萬一平方，即係35000蚊一尺啊！咁啊，惠州可以俾個足夠嘅呢一種嘅採光樓間。香港有咁嘅樓間，佢都係天價。天價啦，除非係一線海景嗰啲有嚇，因為前面冇遮擋冇的。好，咁啊大家睇到啦嚇，3房1衛嘅，咁啊先睇呢個洗手間先啦。
嗱呢個咧係鑽石型嘅設計嚇，入嚟俾大家睇翻嚇 ，OK 嘅，完全冇問題，有窗嗱兩個人都 OK， 冇問題啊。嗱所以咧真係唔會細嘅，鑽石型都唔會細。咁啊呢一啲咧馬桶啦，呢啲全部交俾你嘅嚇。咁啊呢度咧就陽光房啦。陽光房咧，到時咧自己做一個風窗咧，大概6000蚊到啦嚇，雙層玻璃。咁啊呢度咧圍一個 L 角拉埋窗簾，呢間房夠大，呢間房有60尺到，60尺嚇。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啦嚇，可以咁樣去做翻一間房嚇。咁啊當然你話擺洗衣機啊、晾衫啊、做間雜物房都冇問題，擺單車都 OK 嘅嚇。好，咁啊呢度咧第二間房有個 L 角嘅飄窗嚇。咁如果呢間房咧加埋飄窗咧，足足有120尺，同樣都係望翻個靚仔嘅園林。咁樣做咧，視野開闊好多，睇園林添呢邊。我欣賞佢呢個樓盤咧嚇，12.5萬平方米嘅佔地，佢起咗15棟嘅啫，佢個低密度非常之低，容積率非常之低，同埋咧你睇翻咁大嘅地皮10幾萬平方嚇，佢起咗15棟，所以佢嘅樓間距非常之闊。如果佢話起到，如果係20棟咧，佢嘅樓間距做唔到嘅。係啦，所以呢個合生嚟講咧，佢好多樓其實佢好在乎於呢個設計樓間距。你睇翻合生濱海城個樓間距無敵。合生時代城個樓間距無敵，包埋呢一個合生珠裕府，佢一樣都係做翻咧個樓間距真係嘅。咁啊揀咗一套咧就係3棟嘅10樓02號房啦嚇，面積咧87.15平方。咁啊依家咧折後嘅呢一個總價咧嚇，咁啊實際成交總價就646175，實際成交嘅單價咧就7414蚊，首期咧只需要俾咧46175蚊就 OK 啦，貸款60萬，咁啊月供咧就係2529蚊，咁啊下面咧就係維修基金啦，律師簽約費啦，同埋契稅呢3樣嘢一定要交俾政府嘅嚇。好，仲有一個大嘅103方，馬上過去拍俾大家睇。嗱，啱先咧就拍咗呢個87至88嘅，咁啊呢個咧就103嘅嚇，咁啊呢個咧大家睇到啦，獨門獨戶嘅相當，呢度咧送咗咧差唔多2個平方，即送咗20尺俾你。全部咧自己用晒。你呢度擺個單車，又或者咧做個 U 型嘅玄關櫃、鞋櫃都冇問題，唔會影響人嘅。嚇，大家睇到啦嚇。好，咁啊可以建議翻呢一個咧，嗱呢一個103方咧，其實咧類似於呢一個木馬湖嘅。因為佢嘅積咧，木馬湖嗰個係106嘅3房，呢個咧係103，做3房，但係咧佢嘅主人房嗰度少咗一橛嘅陽台，所以就少咗幾個方。呢個積咧同木馬湖係一樣嘅，個開間做得非常之大，3.7米嘅開間。好，入到嚟睇翻，動線咧就係入到嚟就廚房，木馬湖又係咁樣嘅積，入到嚟就係廚房，一模一樣。咁啊呢一啲上下廚櫃就交俾你啦，同埋呢度有個生活露台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如果唔夠大嘅，褪出去呢度做個風窗都 OK 嘅。廚房夠大，103佢個廚房做得夠大嚇。唯一嘅咧就係木馬湖咧，佢嗰個106方咧，佢長條型嘅，呢個咧就肥身啲，嚇呢個咧就好多人中意呢個開間大嘅，未必中意呢啲瘦身嘅嚇。好，咁啊動線非常之好咧，就係呢一個飯廳嘅位置啦。咁其實呢個位置從個鏡頭已經係可以望到咧，擺張圓台其實係 OK 嘅嚇。咁啊大家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咧護牆板啦、藝術漆啦嚇，同埋呢一種嘅嚇背景牆啦。你攞護牆板仲咁闊？係啦，咁啊大家睇到啦，嗱呢度啦客廳啦，可以參考翻佢呢一種嘅設計嘅嚇，背景牆都做得非常之靚嚇。咁啊精裝改造咧，無非就係風窗啦、背景牆啦，同埋全屋嘅呢一種嘅無主燈設計啦，同埋呢一種嘅護牆板啦，其他冇需要咩改動嘅嚇。咁啊最主要咧，大家睇到嘅露台咧嚇，個露台咧有6.6米嚇，佢個進深咧就去到差唔多2米嘅，所以咧佢呢度咧係連埋間房，從呢度打到呢度。係咯。咁啊大家睇到啦嚇。6.6米嘅開間，大家睇到啦嚇，最主要咧望到100米嘅樓間距，同埋靚仔嘅園林嚇，咁啊同埋咧靚仔嘅呢一個泳池景嘅嚇，非常之正。所以咧我調個鏡俾大家睇啦嚇，好舒適、好乾淨，呢一種設計咧就係嗰個時尚新穎嘅設計嚇。咁啊按照翻呢一種嘅軟裝去做翻咧，我估計係1200蚊到咧就可以做到噶啦嚇。好。咁啊嚟到呢度先介紹翻呢一個洗手間先。嗱呢個洗手間咧103方，梗係夠大啦。嚇，好，咁啊大家睇到啦，3個人都夠，3個人都 OK 嘅嚇。好，咁啊呢啲咧就唔係呢種嘅類型嚇，咁啊交樓標準咧過到嚟實地考察現場睇下。好，咁啊呢度咧就第一間房嚇，建議做翻父母房啦。呢度個趟門直接咧係連埋啱先嗰個露台嘅。係啦。嚇，咁啊呢度3邊落床做衣櫃啦，完全冇問題。咁啊參考翻呢種精裝改造咧，走一轉天花，其實唔需要走天花噶啦。啲房咧走一轉天花咧會壓抑少少，同埋咧你都嘥錢。係啦，裝一轉 LED 燈帶都 OK 噶啦。好，咁啊呢度咧第2間房咯喎。咁其實咧呢度可以拆通佢咧。係啦，拉齊。主人房呢個衣櫃咧就係呢個
係小房間大好多。咁啊大好多嚇，係咁啊如果係拉齊嘅話咧，呢間房咧足足咧係有80幾尺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做個風窗就 O K 噶啦，所以咧呢個積咧係類似同木馬湖106一樣，同樣都係主人房咧可以讓一個位咧俾到呢一個俾你自己改動咯，係啦，睇你。咁啊呢度套間嚟嘅嚇，套間嚟咧嗱大家睇到啦嚇，好。一樣咧都係咁大嘅，試一試個位俾大家睇翻。呢邊仲有個飄台位。嗱呢度有飄台，我哋放啲空鏡俾大家睇啦。嚇，咁啊呢個飄台，好，咁啊呢度咧完全係 OK 嘅，三段式嘅。咁啊呢度咧就三邊落床嘅主人房啦，同樣都係有飄窗數。我欣賞佢呢個積咧就同木馬湖咁樣，兩間房加埋一個露台都係同樣嘅方位。而且咧呢種設計咧，其實係比傳統嘅嗰種咧樹廳咧會更加之闊落啲嚇，所以佢嘅設計咧類似於木馬湖係真係唔錯嘅。係啦，唯一咧同木馬湖106嗰個積咧就少咗個陽台嚇，少咗個露台嘅嚇，真係唔錯嚇。咁啊，大家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咧，求其做一個背景牆咧，其實成間房嘅格調都唔同晒，真係非常之正嚇。好，咁啊報一報價俾大家參考翻啦。嗱呢個咧103方嘅，咁啊依家折實嘅總價咧最下面嗰度778254。單價咧就7530蚊，帶埋裝修俾你。咁啊呢套房咧首期只需要俾咧58254蚊，貸款72萬，咁啊月供咧每個月3035蚊，非常之正嚇。咁啊呢家咧就係7500蚊嚇。咁啊呢個單價。咁其實咧有啲咧特惠房咧係7100至7200嘅啫。係啦，稍微靚啲嘅樓層咧7400至到7500嚇。咁啊呢個樓盤咧就係均價咧就7100至到7500啦，任君選擇嚇。咁啊你要性價比嘅低樓層少少，咁其實低樓層都非常之靚，因為佢樓間佢夠闊，低樓層都一樣非常之靚。低樓層起花園更加靚啲。係啦，咁啊仲有一個咧大嘅120方嘅，拍俾大家睇。好，咁啊呢個咧就係呢個樓盤最大嘅120方，120至到123。咁啊呢個積咧露台咧可以做到咧6.9米嘅開間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咁啊呢間房嚟講咧，呢個戶型咧其實可以改為一個大橫廳嚇。好，咁啊入嚟睇翻嗱樣板間嘅展示就係咁樣嘅。入到嚟咧，其實呢度咧就可以咧砌一間房嘅啦。交樓俾你咧，呢度有埲牆嘅。咁其實呢度咧作為一個拉直咧，呢埲牆有拆咗佢得。係啦，咁你呢間房咧就有100尺㗎啦。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呢間房咧其實係通埋個露台嘅。嚇，我哋鏡頭轉一轉俾大家睇翻。咁其實咧呢度咧係預留個位俾你做間房。咁啊呢度咧其實你可以做到個趟門都 OK 嘅。咁啊呢度咧係連埋個主人台嘅。嚇，咁啊呢度咧有3.7米嘅開間啦個廳。係啦。好，咁啊呢度咧就作為咧第一間房，第一間房，又或者咧呢間房咧，你直接作為一個獨立嘅飯廳咯，即係譬如話我入住人唔多嘅呢度做個飯廳咯。喺屋企有幾個人？係啦，採光非常之好。咁啊呢度咧可以做房，又可以做飯廳。咁啊呢度咧就廚房啦。嗱呢間房咧未開燈嚇，我哋特登將啲燈關咗咧，俾大家睇個採光。其實 OK 嘅，大家都睇得清我頭話路上嚇。咁啊呢度咧交樓咧就上下廚櫃交俾你 U 型嘅嚇。咁啊呢度咧有窗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廚房咧夠晒大啦。都係人廚嚇，3個人喺呢度。都係 OK 嘅嚇，好咁啊入到嚟咧就南北通透嘅雙露台嚇，一樣都係3.7米嘅開間啦，露台咧就闊啦嚇，露台有6.9米，咁啊呢度咧作為一個咧餐廳嘅位置嚇，咁啊呢度咧已經係可以擺張圓台，擺張圓台係啦，咁啊呢度咧就露台啦，啱先講嘅嚇，呢度露台非常之唔錯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同樣嚇雙層玻璃送俾你嘅嚇，好。咁啊呢度咧作為一個餐廳啦，咁啱先嗰間房咧就唔使改餐廳啦嚇。大家睇到有個重點咧，佢個飯廳同埋個客廳係同等開間嘅，係啦，唔會話個飯廳咧突出嚟幾廿公分嚇。好，咁啊呢個動線咧非常之好啦，大家睇到啦，100吋嘅電視，綽綽有餘 ，OK。好，咁啊呢度咧6.9米嘅開間啊，從呢度雙陽台到呢度。所以雙陽台呢一種嘅設計非常之好咧，就唔係話另外一個細陽台用個飄窗去代表翻啦，所以真係唔錯嘅嚇。咁啊呢度咧6.9米嘅開間，真係豪，同埋咧都係連埋間房嘅，所以呢個積咧係賣得非常之好嘅。大家中意改善型嘅，想要大積嘅1000尺加往上嘅，可以揀翻呢個，成個大平層咁滯嚇。OK， 咁啊好多人咧中意擺跑步機咧，你要咁大嘅露台先擺到噶嘛嚇，所以揀呢個樓盤係唔錯。我哋呢邊行翻去，好。咁啊個視野咧就回翻嚟呢度咧，大家已經睇到佢個設計咧其實 OK 嘅嚇。咁啊大家精裝改造可以參考翻呢種咧，同埋呢個樓盤咧一樣係有救命鐘啊嚇。合生每個樓盤咧，佢所有嘅產品都係有嘅，佢係適合於呢退休自住嘅客，都有諗到嘅嚇。好，咁啊睇個洗手間先嚇。好，洗手間啊夠晒大，夠豪。大家睇啦，有個大飄窗就唔行入去啦，鏡頭已經係知道夠晒大㗎啦嚇。咁啊，大家睇到啦，係非常之正，個採光都非常之 OK 啊。好，咁啊呢間咧係連埋間
連埋個露台嘅。係咁啊，大家睇到個採光嚇，同埋個視野嚇。呢間房咧足足咧有130尺度嚇。咁啊呢度咧做個背景牆，同埋放鋪2.2米嘅床，完全冇問題嚇。好，咁啊呢度咧相當係第3間房啦嚇。好，咁啊第3間房咧一樣夠大，有飄窗數。咁呢間房咧稍微細啲啲，可能100尺度嚇。咁啊大家睇到有飄窗啊，非常之正。好，咁啊呢度咧就套間嚟嘅。套間，咁啊呢度咧多出一個位咧做個衣帽間，做個衣帽間，係啦，講下呢個主人房睇唔到。係啦，咁啊套廁喺呢度嚇，所以咧做個衣帽間咧做個櫃咧擋一擋個洗手間，唔會向住個床頭，真係非常之好嘅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呢個主人房嘅套廁咧其實與公衞係一樣嘅，夠晒大㗎啦嚇。好，咁啊呢度咧就睡眠區啦。咁啊最主要咧佢飄出係夠大，有 L 角嘅，到呢個位置。呢個我好中意。係啊，因為咁樣做咧採光多好多。係啦，採光多啲，而且咧佢送咗差唔多10尺度俾你。係啦，所以真係非常之正。呢個咧就係最熱賣嘅。同樣咧呢個則嚟講咧，其實可以改橫廳，係點改咧？大家我哋放咗圖則俾大家睇到㗎啦嚇。嗱，如果改咗橫廳咧，就呢間房唔要。係啦，咁啊呢度咧個大橫廳。其實係 L 類型廳啦，因為加埋飯廳呢度。拆咗呢埲牆咪得咯。係啦，咁啊其實呢埲牆係可以拆嘅，我哋睇過啦嚇，係可以拆嘅。咁啊我哋喺呢個位置咧，同大家咧報個價嚇，作為一個參考嚇。咁啊呢個咧就120方嘅，咁啊折實嘅總價咧睇最下邊咧911805蚊嚇，單價咧就係7582蚊。呢套房咧做低首期嘅情況底下，只需要俾咧61805蚊嚇，咁啊貸款咧就85萬，月供咧3583。非常之正，可以做低首期，而且係平價7000幾7字頭，帶裝修俾你，林森第一梯隊嚇。咁啊呢度咧旁邊仲有條平山河嘅，係啦，所有嘅高科技產業園喺呢度匯聚，同埋呢度咧最主要係靠近沙田站。呢個樓盤嚟講係呢一個咧新華聯、中瑞怡嘅華府最大嘅競爭對手，因為佢更加靠近林森片區，平山、新圍平山同埋呢一個田心站同埋沙田站。所以呢個樓盤嚟講咧，剩翻30幾度，大家揸緊時間嚇。咁啊，同埋咧準現樓啊嘛，新華聯交樓仲有排。呢個樓盤咧8月份就交樓，同埋咧佢個地產商更加大，香港上市公司，佢個精工品質，樓盤夠大，同埋咧有泳池嚇。咁啊最主要咧個價錢美麗，可以做低首期嚇。大家揸緊時間，呢個樓盤真係真心啊！如果唔係現樓，我哋唔推介俾大家，係準現樓啊，同大家講嚇，低首期準現樓夠平啊，簡單粗暴。回港便利嚇，出行成本低嚇。呢個樓盤合生資付，大家有興趣的話，馬上打以下電話6740060出到嚟咧，就帶你咧品嚐當地嘅美食啦，睇下周邊嘅環境啦，睇下周邊嘅配套啦，詳細介紹翻呢個惠州嘅風土人情啦，同埋咧睇埋周邊嘅所有嘅嘢都 OK 嘅，完全冇問題。揀2至3個樓盤一日時間睇晒都冇問題嚇。馬上打以下電話6740060合生資付推介俾大家。真心推介俾大家嚇，過到嚟實地考察，唔講咁多，呢集到呢度，我哋出庭見，拜拜。